經使用燕詩安美白祛斑霜將近2個月，呢一瓶係第3瓶。燈光下自己個皮膚好滿意啊，因為我之前困擾咗我10幾年嘅黃褐斑，慢慢終於淡化啦。真係呢款祛斑霜做到係越用越白，越用越透，越用越靚。用1瓶有1瓶個效果，2瓶有用2瓶個效果，用咗第3瓶真係越白越透越靚，越用越有效果嚇。佢係有斑淡斑，冇斑就幫你美白嘅，去黃去黑。佢係持蒸上降嘅嚇。嗱，有國家醫藥品監督局蓋咗呢個紅章章嘅，係真正可以幫你祛斑美白嘅。我個把嘴你講唔信，但係你要相信呢個證書係國家頒發落嚟嘅。請你相信呢個證書監測呢個祛斑霜嚇，佢係安全到孕媽媽哺乳齒敏感肌膚都可以用噶，8大零添加，佢個成分好安全，好安全。4大成分嗱，高濃度嘅煙酰胺、維 C、松果鹼、生月酚、維生素 E， 呢4大成分係祛斑同埋美白嗰啲成分，4大成分嚇，放心用。佢用嗰陣呢，佢係不發燙，唔會辣，唔紅嗱，唔紅，更加唔會話甩皮嗰種。而且依家我幫你申請到活動啦，早幾日呢，前日嗱，早幾日反正你哋冇拍到有活動嘅，依家再幫你申請到一波啊！冇搶到嘅，嗱嗱聲去搶下。只要你個皮膚係生咗 BB 係生妊娠斑嘅，皮膚黃嘅、黑嘅，有各種斑斑點點嘅，有甚至上咗年紀生老人斑嘅，嗱，有以上呢啲斑斑點點嘅曬斑、黃褐斑、妊娠斑、雀斑，皮膚黃嘅、黑嘅老年斑嚇，只要你跟阿青打卡堅持用，依家活動價仲係69蚊9，到手1瓶30克祛斑霜。嗱，申請到個活動額外送你一支洗面奶，晚黑沖涼嗰陣就用洗面奶清潔咗面部，再用祛斑霜。嗱，仲有一片水光面膜噶，想要皮膚白嘅、祛斑嘅、又透又靚嘅就拍佢哈。